想要来看台中又搁传出着校园霸凌。台中市一个国小6年的小女童，伊的家长来指控，讲查某囝互同学来拜体欺负，去甲导师讲，导师竟然叫囡仔家己去找校务处，若无来处理，搁破坏囡仔的人际关系，而且无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就来召开着性平会，甚至爱其他囡仔来做伪证。学校讲已经甲老师暂时来调离，市长罗秀的嘛讲会秉公来处理。国小6年的女学生用字条写出伊的心声，讲今日感觉老师伫针对伊的好朋友，互伊真艰苦，甚至想袂开。认为老师伫破坏伊的人际关系，无要互其他学生做伊的朋友，互家长真烦恼。早起就开记者会出面控诉这个老师。从同学口中得知自己被霸凌，课后补救的时候跟老师求助，那 A 师的回应呢，就是他不想处理，以后这种事情去找学务处。这个女学生的老爸讲，伊的囡仔发现讲同学无啥物插伊的时，就去找导师，因过导师叫伊家己去找校务处，若无要处理，佮破坏囡仔的人际关系。而且无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就开性平会，甚至佫叫其他囡仔做假证人。老师说不知道，就老师就用胁迫的口气，这样子逼迫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他家长有提出囡仔所写的字条，有写讲，和老师叫去写伪证，是安怎会开性平会？讲有一个男同学染因查某囝。以前回家是开开心心跟妈妈聊天的，现在回家都不讲话，直接进房门。唔那安尼尔，家长嘛控诉讲老师伫家长的群组呢制造班级的家长互相的误会加对立，加校方反映，校方嘛无咧处理。现在这个社会谁也没有必要袒护谁，所以我们一定秉公处理。台中市长罗秀燕讲，校园霸凌事件一定会秉公处理。校方表示讲，今年3月有召开防治霸凌小组会议，已经将这个老师暂时调离导师的职务。若这个老师目前是甲学校请假，这个女学生已经转到别个班级。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